歡迎大家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咁啊都好耐冇見啦，都差唔多一個禮拜到啦，一兩個禮拜冇做節目啦。咁啊，因為咧其實我個人就嗰個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有啲繁忙，咁所以啦嚟緊啦，我就諗緊咧就會改一改個節目模式啦，就係唔係逐單新聞咁去播，而係咧將前一日嘅一啲重點新聞啦，用一個嘅類似summary 嘅形式啦，去每一日咧就做一個合輯咁樣。咁但係咧就唔會好似以前咧咁每一單新聞都咁精細，可能就每一單新聞啦就只係簡短咁樣去報導一下啦。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因為始終我嗰個嘅生活都比較繁忙啊，冇得好似以前咁樣 work from home 啦，係咁做新聞做節目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我哋就今日開始啦，今日呢單新聞先啦。咁啊，首先咧係睇睇獨立報嘅報道啦。咁啊，講緊啦係英國皇室嘅新動態啦。咁就安德魯王子啦，早前咧就被英國嘅國王查理斯咧就褫奪咗佢嗰個皇室頭銜啊。咁而家佢就有最新嘅消息啦。咁有消息人士咧就向英國傳媒 PA 透露啦，佢喺星期一夜晚嘅時候啦已經離開咗啦之前佢暫居嘅皇家小屋。咁啊呢個係位於溫莎噶啦皇家小屋就，咁佢而家咧就暫時咧居住喺洛克郡嘅山靈咸山莊啊。咁啊等待咧佢嗰個新嘅屋企完成裝修嘅。咁呢一次事件啦，係佢啦同已故嘅性罪犯啦，最近搞得好熱嘅一個話題啦，愛潑斯坦啊，佢一個嘅關係曝光有關啦，而呢一個關係咧，亦都導致佢嘅皇室頭銜啦就被撤除噶。咁最新公開嘅美國文件方面啦，亦都有再次提及安德魯嘅。咁警方咧亦都重新咧調查啦，佢一宗啦係涉及佢嘅性指控。咁啊，安德魯啦就持續否認所有不當嘅行為噶。咁呢啲新嘅相關文件咧，就係咧拍攝到啦，安德魯王子啦喺愛潑斯坦位於紐約嘅住宅入邊啦，伏喺一名嘅女子啦，咁佢嘅身上邊咧喺度做啲不雅嘅動作啦。咁文件亦都提到啦，愛潑斯坦係向佢呢介紹呢一個女子咧，形容咧佢係26歲嘅俄羅斯人啦，就好靚啦，好聰明啦，而且好值得信任㗎。咁跟住我哋都睇睇衛報嘅報道啦，咁啊呢單另外一單新聞嚟噶啦，咁咧就係亦都係關於愛潑斯坦嘅關係啦，因為佢而家無論喺美國啦、英國啊好多地方啦，佢嘅一啲新聞件披露咗好多嘅佢一啲性罪行係涉及咗好多嘅名人啦。今次咧就係工黨就之前咧佢個政府咧就委任咗文德森啦做個駐美大臣，咁但係點知咧佢同愛潑斯坦啦係有一啲咧唔尋常嘅關係啦，好 friend 啊，好咁嘅關係啦，咁啊佢都堅持咧去任呢個文德森啦去做駐美大使啦，咁所以咧而家就搞出咗風波啦，令到黨內嘅不滿情緒升溫啦。咁今次事件嘅起因啊，就因為工黨政府啦，原本咧就希望透過修正案咧去限制公開同文德森有關嘅文件啦，咁引起黨內咧就強烈不滿啦，部分議員咧更加威脅啦係會倒戈噶。咁最後咧喺表決之前咧，工黨黨鞭咧就終於讓步啦，同意將咧披露嘅權力交由情報及安全事務委員會，咁啊作為一個折中嘅方案啦。咁呢次嘅決定咧係由國會財政事務委員會主席希利亞啦，同埋前副首相韋亞蘭啦去促成嘅。咁有工黨嘅議員咧就私下表示啦，點都要靠啦韋亞蘭嘅政治判斷啦，先至咧令到而家政府咧就化險為夷。咁亦都有人希望由韋亞蘭啦喺未來咧就直接作出決策嘅。首相施紀賢啦就喺答問環節入邊啦多次被追問啦，咁佢就話啦，佢其實咧而家咧對當初嘅委任啦係非常之後悔啦，又話咧如果佢早知道佢嘅實情咧，佢係絕對唔會咧委任文德森啦做一個駐美大使嘅。咁佢又希望啦，國會咧可以檢視全部文件啦，去了解下文德森係點樣歪曲事實，作出虛假陳述啦。咁有消息都指出啦，施紀賢啦，其實當時啦係曾知道文德森咧同呢個愛潑斯坦啦呢個性罪犯啦係有啲關係嘅。咁佢同啦佢嘅幕僚長啦麥斯威尼啦就向佢查詢過啦，咁當時就接受咗文德森嘅解釋，所以就未有進一步去追查啦。咁今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睇或者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